第19章，宁可做正直的善车人，嘛毋做诡诈愚戆的好野人。热心无知识毋好，扩张颠倒话行毋对路。人因为愚戆破坏家己的前途，伊的心颠倒怨叹上主。好业朋友就加真多，善车朋友就拢离开。做伪证一定受刑罚，讲白贼袂当逃脱责罚。有权的人人甲伊抱坦，慷慨人人做伊的朋友。善车人连兄弟都厌恶，朋友搁较会离开伊。伊只要甲人讲话，人毋插伊。有智慧才会晓疼惜家己的性命，珍惜名利，会得到福气。做伪证一定受刑罚，讲白贼会灭亡。戆人生活车花无合，奴仆管辖主人，搁较无应该。人有见识就袂快受气。无追究人的价值是家己的公营。王的受气亲像狮大声吼，伊的运费亲像草顶的露水。囝戆是老爸的灾祸，某吵闹亲像雨水插插滴。厝体财产是祖公所留，贤惠的某是上主所赐。贫惰互人困当眠，懒死的人会夭饿。遵守诫命会保全家己的性命，无抵御上主的路会抵到死亡。真正善车人是照护上主，上主会照伊的所做行伊。趁还有愿望，就管教家己的囝。毋过毋通过头煞甲伊害死。熬发大受气的人一定受处罚，若要救伊，一定加了工。着听苦劝受教示，互你到尾有智慧。人心内有真侪计划，只有上主的旨意会实现。贪心互人至到见效。宁可善车，嘛无爱白贼。敬畏上主会得到性命，伊会安居乐业，拢袂拄着灾祸。贫惰的人伸手伫盘呢，嘛毋肯摕到喙。拍自高自大的人，会互戆直的人得到教示；责备名利的人，会互伊得到知识。歹款待老爸，赶老母出去的，这款囝带来见笑，留臭名。我的囝，你若无继续听教示，会偏离知识的话，做伪证是对虚人公平，歹人用罪恶做饭食。刑罚是为着自高自大的人准备，鞭拍是为着戆人的家接兄安排。